嘿，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天水幼儿园铅中毒事件。这个天水幼儿园铅中毒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这个新的进展就是甘肃提级调查幼儿血铅异常问题。7月12号，甘肃省成立省委省政府调查组，提级调查天水市麦积区鹤石培新幼儿园幼儿血铅异常问题。这个调查组是以省委书记、省长为双组长，就是2个组长，省委书记是组长，省长也是组长，不是一正一负，所以很奇怪。那下面就有很多部门组成的，并请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委专家参与。国务院食安办派出工作组指导督办，调查处置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大家看视频。继8人被刑拘后，天水幼儿园血铅事件被提级调查。央视的消息，7月12号，甘肃省成立了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并请生态环境部、国家卫健委等部委专家参与。国务院食安办派工作组指导督办。首先，为什么要提级调查？此前呢是由天水市成立的地方联合调查组，而此次省级层面的提级调查呢是由甘肃省委省政府主要同志为组长，多个省级部门参加，而且还有国家层面的介入督办。这绝非简单的程序升级，而是对于骇人听闻的真相、公众尚存的疑虑，以及触碰社会敏感神经的校园食品安全底线发出的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必须彻查到底，绝不姑息。二是提级调查查什么？查的就是此前通报遗留的未解之谜。第一，匪夷所思的动机逻辑。根据之前的通报呢，是涉事幼儿园为了扩大生源、增加收益，在部分面点中非法添加含铅的彩绘颜料。那最终查实留样食物铅含量超标2000多倍。那为什么要在食品里面添加明确标志不可食用的彩绘颜料？这是很多人想不通的问题。且不论面点色彩鲜艳和增加生源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就算要食物颜色好看，可以用食用色素啊，甚至价格上可能还比彩绘颜料更便宜，那为何要铤而走险？但凡有一点基本的常识和人性，都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又如何能够实现扩大生源呢？第二，独此一家的不幸缘由。据此前的通报呢，除了东窗事发的培新幼儿园外，涉案人员之一的李某芳还投资管理着其他3家幼儿园，但为何其他3家的检测结果显示正常，偏偏是培新幼儿园出事？该园251名幼儿中血铅异常233人。那如果说是为扩大生源、增加收益，为什么只在1家幼儿园这么干呢？第三，两地检测结果的巨大差异。那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家长带孩子跨省检测，天水、西安两地得出的检测结果，有的数值甚至相差几十倍之多。天水这边显示正常，但西安出具的检测结果却是严重超标。就算不同医院仪器有差异，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那背后究竟有什么猫腻呢？对于以上这些不太符合常理的表象和公众基于常识的朴素疑虑，必须由更高级别、更权威的层级进行复核深入调查，如利剑般劈开重重迷雾，穿透所有的疑点，还原完整的事实真相。另外，包括孩子们的中毒情况到底持续了多久？早在去年5月就有家长查出孩子出现血铅异常，种种蛛丝马迹为何没有触发预警？哪些环节出了问题？哪些失职渎职人员要被严肃追责问责？都必须一查到底，把疑问清单、监管死角、风险隐患通通清零，这才是真正做到零容忍，用无可辩驳的结论和雷霆万钧的行动，为这起令人愤怒和痛心的食品安全事件画上正义的句号。这不仅仅是对受害者的交代，更是对全社会良知的关于甘肃省成立省委省政府调查组，要提级调查，这个当然是个好事，值得关注。我看这个新黄河他写了个评论，这评论写的还挺不错。新黄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此前天水市联合调查组已经发布关于当地幼儿血铅异常事件的调查结果。通报提到，鹤石培新幼儿园园长、法定代表人朱某林、投资人李某芳同意该园后厨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彩绘颜料，稀释后用于部分食品制作。通报还称，经检验查获颜料含铅，包装明确标识不可食用。麦积区联合工作组发现，鹤石培新幼儿园2份留样3色红枣发糕、玉米
卷肠包铅含量分别是1052毫克和1340毫克，均超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食品污染物限量0.5毫克每千克的标准，超过2-3千倍。而通报发布后，舆论怒火并没有平息，并俨然有愈烧愈烈之势。值此之时，甘肃成立省委省政府调查组，提及调查各中原委，对安抚民心、回应关切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天水方面的通报，并没有解释涉事幼儿园负责人为何会同意该园后厨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彩绘颜料，稀释后用于部分食品制作。天水方面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只是提及涉事幼儿园甘愿沉沦底线，走此险棋是为了扩大生源、增加收益。而有人比对指出，彩绘颜料并不比食用色素便宜多少，且天水通报中对中毒化合物具体为何物也没有点名。应该说，天水通报中未能就毒源逻辑、因果展开详细叙述，由此引发一轮又一轮的猜忌，这正是省级调查组需要补位的。在民众关切的铅毒源之外，调查组更应着重调查天水当地公信力失信的源头，尤其是多家媒体已经采访证实，有患者存在天水检测正常，在西安检测超标的情况。当地医院一些小动作更让人一度丛生，这到底是技术操作的差异，还是另有所谋？而由此引发的造假、隐瞒嫌疑，正是当地失去自查自纠公信力的开始。调查组有必要将调查力量向此倾斜。隐瞒是比铅还重的毒，而真相才是解毒良药。达到一定程度的铅中毒对儿童健康的损伤是不可逆的，而如果一地机构合谋隐瞒，对社会运行机理造成打击，同样也是不可逆的。前者指向的是儿童的身体，而后者指向的则是公道人心，也就是跟铅中毒一样，你失去公信力比那个铅中毒还要重要。惨剧何以发生？当地政府连连下场发生，又为何无法取信于民，以至于需要省级调查组出面定分指正？纵然调查结果目前不得而知，但这样沉重的代价却已摆在眼前，而这样的代价原本不应该由最无辜的孩童承担。已经发生的悲剧无法挽回，还没有发生的悲剧却可以避免。期待调查组能直面真问题，用真相安抚经济的民众。同时，天水这座曾经因麻辣烫温暖了四方来客的城市，如今它也需要共识与真相，确取污名。这是新黄河的评论。关于天水方面的通报，咱们在以前也做过节目，就那个通报咱们提出了很多疑问。我的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他明明能够说清楚的，但是他不说清楚，那这里面就有问题。有几个问题是马上就通报的时候就应该说清楚。第一个，厨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往这个面料里面加涂料原料的，加彩绘颜料？甘肃省提及调查，他能不能解决大家的疑问？那最主要的是看他怎么做。如果做得不好，公众的疑问只会越来越多。如何出一份既能说明真相，又能让大家心服口服、大家能认可的一个通报？那光提及是不行的。这个提及的事情，咱们经历过很多，网上有很多事情都是提及处理的。你比如说徐州铁链女，大家还记得吧？那个就是提及处理，也是江苏省委成立调查组，最后质疑的声音还是很大。舆论并没有因为是江苏省委调查组给的通报大家就全信了。还有一个什么？我记得一个小女孩叫李欣欣，这名字我恐怕记得不对。她跟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独董也是律师，他好像是个美籍华人，他们之间什么包养协议那个事情闹得特别大。后来是公安部，那也是提及处理的，最后也是沸沸扬扬。
所以说不是说你一提及，大家自然会相信，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胡锡进老师，胡锡进老师自然他就会信。以我的看法，你怎么样做会让大家让公众打消疑虑，那就有几个办法。第一个，邀请媒体参加，你这个过程尽量公开透明，就是你的调查的过程可以请央媒，也可以请地方的媒体，多多益善。既然你是要查明真相，你就不要怕这个真相暴露，邀请媒体参加，媒体参加越多，报道的角度越多，那么你这个公信力就越强。甚至你允许这些调查记者、媒体自行去调查，当然了，他们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么做，那你调查结果、你的通报才会相信的人会更多。还有，你可以搞异地调查，比如请上海的调查组过去，或者请广东的调查组过去，异地调查。你甘肃省你提及调查，那大家还是怀疑你有没有护犊子的心切，护犊心切，因为毕竟还是你的治下，是你的这个辖区，你有没有隐瞒真相的这种动机？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塔西佗陷阱。我看有很多媒体质疑，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天水当地检测都是正常，到了西安、到了上海就不正常了，而且超标好几倍，都是400、500。实际上这个很多知道咱们也叫疾控运行机制的人，对这个恐怕一想就明白了。我打个比方，但是现在不是说以前一出事故，死亡人数它就不超过35，一报这里面都有诀窍，有的当场死亡，但是他不宣布，他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一下，当场死亡的这只有10个，在医院里死了18个。为什么这么干？都是因为跟上面的要求有关系。你超过多少人数，当场死了多少，经过抢救死多少，那灾难事故的级别就不一样，那相应的负的责任就不一样，惩罚也不一样。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天水方面没有给这些孩子做了这个检测，他不给书面的，是吧？这是媒体报道的吗？都是打电话通知家长说正常，口头说，他不给书面的这个检测报告。为什么？你想一想，这个口罩期间，武汉有一位姓李的医生，他寻衅滋事，细思恐极。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疾控的这个要求，他是你某一种病突然爆发或者出现异常，它是达到一定的数量，它会自动上报，从那个地方疾控到市疾控会汇总本市的情况，它自动上报，只要达到一定的数量，你录到系统里面，它自动会报，那就触发一个上报机制，市里面就会往省里报，省疾控就会往国家疾控那报。你想一想，如果天水当地已经组织小孩做了这个检测，如果他出书面的报告，集中在天水市什么麦积区，有这么多铅中毒的、血铅异常的，他自然会触发直达国家疾控中心的一个报告。这是我个人分析的。那马上从上往下就要查，这里面谁都受不了，所以他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不报就是不要往里面录，所以检测他不给你生成报告，那这个谁干就是谁指使。所以这一次梯级调查，我觉得应该这条线上有很多人要倒霉，这就是瞒报嘛。这就是好比那个重大的事故，他要瞒报那个死亡人数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当地的有关部门就是监管部门，这食品安全、市场监督、教育部门，这个恐怕有一批人要下台，要脱掉衣服、脱皮。为什么？这个事情最短也有3个月了，长恐怕不止。那这3个月里面，为什么你这监管部门都没有发现这个幼儿园他做的这个点心有问题？铅、彩绘颜料，按照规定，像这样的食堂他都要留样。你说你做不到天天测，那你1个月测一次应该是可以的。监管部门3个月都没有发现异常，这个铅中毒不是一次，肯定不是说你今天吃点东西就铅中毒了。这网上不有人在做实验吗？我看网上有个 UP 主，他真的把颜料往面里加，加完之后开始吃，吃完之后他测血铅。所以说当地的监管部门失职，尸位素餐。第3个，你要搞清楚这个源头到底在哪里，到底是不是彩绘颜料导致的，还是说其他的导致的，这个结论要令人信服。第4个，如果是彩绘颜料导致的，那里面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问题？这个厨师他是怎么知道这种彩绘原料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他以前有没有做过？他在哪儿做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因为还有食安部门加入嘛，
你得知道往面粉里面做这个早点，做这些点心，加这种彩绘颜料，这个是个别现象，还是已经是这个行业里面的潜规则？我觉得这是更大的一个问题。我不相信这个厨师他是在培新幼儿园自己研发的，突发奇想，说我加点这个彩绘颜料，它就会好看，自己在那实验。他在哪儿学的？他跟谁学的？他在哪儿做的？也就是他这个构思是从哪儿知道的？他这个知识，因为我不做面食，我不太清楚。你会做面食，那你知道这个彩绘颜料要加多少吗？要怎么加吗？什么时候加？对，揉到什么程度？这些东西不是因为你会做面食就会加这个彩绘颜料，所以他一定是跟别人学的，或者有人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恐怕更加让人恐怖。说不定你吃的那些颜色鲜艳的那些糕点，那恐怕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如果你经常吃这些颜色鲜艳的食物，你有条件赶紧去测一下血里面的铅含量有没有超标。更加讽刺的是，这个培新幼儿园获得了2024年食品安全评优，谁给他评的？这些人都要抓起来。有家长反映说，有的孩子1年前就查出这个血液里面铅超标，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因为是个别孩子查出来。这一次为什么爆发？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表现出不正常、异常，慢的各自检查的时候才指向这个幼儿园。现在天水方面在要求这些在西安、在上海治病的这些孩子回到天水。我网上有传言，但是这些都未经核实。上海的什么新华医院也不再接收这个天水来的这些孩子，理由就是没有病床。我们再看个新闻，这个就是大连工业大学开除李新石。这个李新石何许人也？这个事情应该发生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好像是在上海搞了一个什么电竞展，在这个电竞展上，这个当时在大连工业大学上学的学生叫李新石，他跑到上海和这个一名乌克兰的电竞选手见面，然后两个人开房，发生了不正当关系。而这个乌克兰的这名电竞男选手还把他的照片和视频发到社交媒体上炫耀，这个让女生名誉扫地，颜面尽失，也让中国的男网友义愤填膺，认为这个是女生主动的倒贴老外，还被侮辱，丢人现眼。这个事情当时好像也引起了网络的关注，舆论的热议。那现在时隔半年，大连工业大学学生工作部网站刊发了关于你给予李新石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公告。他这么写的：李新石同学，鉴于你2024年12月16日的不当行为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6条第6款以及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19条第6款，你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学校于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4日，已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向你送达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拟处分告知书，为充分维护各方权利，现开展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请在9月7日前以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进行陈述或申辩特此公告。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我来谈谈我看法。虽然李新石所作所为影响非常不好，但是这是他的私事，学校把他开除，这个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有点小题大做？这是私德啊！他是学生，他不是老师，他也不是公务人员，只是个学生。虽然他行为不是太好，据说他本人有男朋友，乌克兰电竞选手也是已婚人士。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不过是他的私德，因他的私德而开除他的学籍，我觉得这个小题大做啊。那照这样说，公安部门是不是也要处理他，要把他抓起来？我看网上有很多人骂他，这个确实他这个影响不好，但是我觉得骂他也没有必要，这是个人私生活啊，你可以瞧不起他，你可以唾弃他，你可以不搭理他，但是他毕竟没犯法。有人说他崇洋媚外，这个就更说不上了。
我想起来前一阵子那个香港的4大才子啊，那叫什么蔡澜的，这刚去世，网上一片怀念之声，说他4大才子，说他活得通透。为什么通透？这个蔡澜他自己说了，他有60多个女朋友，都不止，好多他记不清了，见一个睡一个，这个被认为是活得通透。很多文人骚客都怀念他，纪念他，写文章。为什么到了这个姑娘这儿就变成口诛笔伐呢？她才睡了一个老外，怎么就这么不能容忍了？到了蔡澜那儿叫4大才子，就活得通透。为什么这么双标，对吧？蔡澜有60多个女朋友，我也没见人说他说物化女性，不尊重女性。他的女朋友里面也有老外，对吧？还有日本人嘛？你说这怎么算？所以说这个社会双标很严重。所以说这个学校开除李新石这个做法要不得，但以这个理由这个事情来开除他不对，他除非还有其他的问题违反了校规校纪。你可以不赞成他的做法，你可以唾弃他的做法，但是你没有权利把人开除。如果这个都要开除，那有多少人要被开除？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